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1年的9月2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0篇，以斯帖记5章第1到14节，约翰一书第2章18到2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敌基督。在我们谈论敌基督这个概念之前，我们必须先来了解什么是基督。基督在圣经的语言里面是受膏者，是弥赛亚，是拯救者。那敌基督从字眼来看就非常清楚，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几个角度来思考。也就是说，所谓的反对基督的。另外呢，就是攻击基督教信仰的。更严重的是假借基督教的信仰的这些人们，或是拒绝的这些人们。敌基督这些人，我们认为他们的目的是在说谎、欺骗、制造纷乱，使人远离基督以及跟上帝的正确的关系。敌基督在圣经里面只有使徒约翰提到，他分别以单数、复数出现了5次之多，分别出现在约翰一书还有约翰二书。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，约翰一书的里面第2章有提到，那我们看第1章第18节也这样提到，他说：小子啊，如今是末时了，你们曾听见那敌基督的要来，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，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。这是跟耶稣基督敌对的人，跟耶稣基督抗拒，或是说没有按照这个对基督的事情他们就反对的。广泛的思考，在圣经的当中，到底谁是敌基督？我们来思考的，比如说彼得他曾经是敌基督，因为他否认耶稣。新约的使徒、福音的使徒扫罗还没有认识基督之前，他也是敌基督，因为他迫害教会，他迫害基督徒。耶稣的门徒犹大当然是敌基督了，因为他出卖了基督，然后又自杀了。希律王是敌基督，比拉多是敌基督，因为他将耶稣送上了十字架。即便圣经的记载他洗了手，此事与我无关，可是他仍然无法脱离他的罪。许多人喜欢学比拉多的洗手，说此事与我无关，但却是真实的此地无银300两。犹太的祭司、经学士、法利赛人都是敌基督，甚至后来的尼禄皇帝、罗马的皇帝，他也是敌基督，他杀了非常多的基督徒。在初代教会不合一的哥林多教会，那一些基督徒也是。耶稣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那一群举起这个棕树枝欢迎耶稣，却又高喊钉他十字架的人们，他们也是。那群在耶稣受难的时候四处逃窜的门徒们，也曾经是敌基督。旧约的哈曼，其实他就是敌，不是基督了上帝，他是这样的人物的代表。其实在旧约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人。
就这样的观点来看，耶稣基督所说的“你们当这样行来纪念我”，这句话就成了基督徒的自我反省审核的标准了。基督徒应当时常的反省：是我让基督的名声受辱吗？或是我能成为基督的推荐信生命的见证者呢？基督徒必须时常有着这种守圣餐的心态，常常思考：我有这样行来纪念耶稣基督吗？因为只有这样行的人，才能够称为那已经领受救恩的人。昨天我们提到了旧约的哈曼，他用计量想要杀害末底改，以及灭绝以色列全族。这种反对上帝的人，不但已经得罪了上帝，更因为他这样做，他就跟上帝敌对了。哈曼到底有什么问题？圣经不是说以色列人因为得罪上帝，所以被掳吗？那杀害这些被掳的人，也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嘛？至少哈曼是这样子认为的啦哈。他不但如此，他还这样子认为说，他可以为王杀害这些以色列人，灭绝之后，可以为王来赚一大笔的财富。但是他的王并不在乎那笔财富啊。敌基督的人都以为自己很有智慧，哈曼就是一个例子。耶稣基督时代里面的这些祭司们、法利赛人们以及经学士们，他们都是，甚至希律王还有比拉多都认为自己很有智慧，但却不知道实际的整个的状况是上帝在掌权。我们看到以斯帖记在经过了3天，从昨天看到今天，他们3天的同心合意的禁食祷告之后，以斯帖皇后得到了上帝所赐的真智慧，知道如何引起王的注意，并且得到王的赏赐，也因此胜过了敌基督的伎俩。我们来思考一下，想一下，现代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，我们的身边有没有敌基督呢？一般所谓的异端，其实就是反对基督教信仰的其他宗教的人，其实也是。特别是那个从中国出来的东方闪电这个异端，那个自称为现代基督的女教主，这当然是敌基督了。还有呢，其实还有很多了哈。不敢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们，是不是呢？不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，不顺服信仰原则处理事情的人们，教会里有吗？我们时常需要来问：是我让主耶稣基督的被卖吗？当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宣布有人要出卖他的时候，门徒都这样问：是我吗？这是我们今天也要拿来问我们自己的问题。也真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容神一人的基督徒。最后我们再一次用诗篇来导读，我们把诗篇140篇再来读一次。上主啊，救我脱离邪恶的人，求你保守我免受强暴者的残害。他们一心涂抹邪恶，整天制造纷乱。他们的舌头像毒蛇一样，他们的嘴唇像眼镜蛇，含有毒气。上主啊，救我脱离邪恶者的权势，阻止强暴者要打倒我的阴谋。狂傲人张设罗网要害我，他们设好了圈套，沿途布下了陷阱要捕捉我。我向上主说：你是我的上帝，
上主啊，求你垂听我求助的呼声。至高的上主，我坚强的拯救者啊，你在战场上保护我。上主啊，别让邪恶人实现他们的心愿，求你使他们的阴谋不能成功，免得他们自高。求你别容许他们的仇敌胜利，叫他们的恫吓归在自己的身上。愿炙热的炭火落在他们头上，愿他们被抛进深坑，永不能出来。愿诬告别人的人不能立足，愿强暴的人被祸患消灭。上主啊，你们要维护弱小者的权益。我知道你要为贫穷的人伸张公义，正直的人要颂赞你，他们要居住在你的面前。